日。来看这个台南发生一件死亡的车祸，这个36岁大埔岛的太太塞车倒弯，伫个路口弄着一对长要过大路的母仔囝，38岁妈妈卡伫个车骹，3岁小女童受伤是真严重，送病院抢救，救无倒来，亡生了。这件车祸是早起的10点发生伫个台南北区的中义甲成功路口，一个大埔岛的太太驶着修理车倒弯，弄着一对长要过大路的母仔囝。38岁妈妈卡伫个车骹，3岁查某囝摔倒在地。这妈妈被救出来时阵，身躯真侪微正空。若小女童是伤着头壳，现场就无生命现象，紧急送病院来抢救，也是救无倒来。车祸详细原因，还阁进一步来调查。华视新闻看起来，赶快订阅我们的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，欢迎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最新最及时的资讯要提供给你。